間想做咩工啊？想做飛機師啊！我好自由自在喺天度飛咯，可以。畫家，籃球員，我中意畫畫。中意打籃球咯。想做賽車手咯。做富婆。酒店管理，酒店管理啊，時裝設計、信息管理、旅遊企業、音樂、讀緊媒體、會展、心理學，傳播系嘅。你知唔知會做乜嘢啊？具體就未諗到。想做一個調酒師咯。而家學校有教緊喺度。教育、攝記或者攝影師咁樣咯。即係拍入邊咁。酒店入邊或者啲 event 公司。學生輔導員、心理師左右。老師。做富婆。嫁個金龜婿。畫家，籃球員，我中意畫畫。中意打籃球咯。有愛心咯。多小朋友咯，係啊。我都有愛心㗎。想做飛機師啊！我好自由自在喺天度飛咯，可以。想做賽車手咯，極速嘅快感。想做歌手，中意唱歌啩。可能會做廚師啊，我覺得我，因為我中意食嘢啊，都係。我想食咩咪自己煮俾自己食咯。化妝師咯，啲女仔比較中意貪靚啲咁樣。從商吧，唔使打工啦，可唔可以？從商辛苦，但係賺到錢咯，都係賺錢係啊。政府工，我都係，因為穩定。為咗開心啊咁樣嗰啲。一邊旅行一邊打工嗰啲咯，團購嗰啲。我以前係想讀護理嘅，但係爭20分先入到咯。可以幫到人啦，而且自己屋企人病都可以更加識得照顧佢哋啊嘛。即係俾機會你再重新揀過啦，你會揀做飛機師嚟？其實都未必啦，係啊，因為覺得自己應該未必適合做呢樣嘢。應該唔會。係咯，應該唔穩定啲咯，而家咁樣讀。都係中意呢一科咯。幾有趣嘅，覺得搞活動係，同埋好有成功感。酒店管理或者廚藝，因為會展真係好辛苦。